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你是头家人还是做人辛劳呢？看人趁钱是真简单，无困难，偏偏我就是真含慢。到底是头家是歹心胸惯老板，也是经唔到头路入错行，也是根本就是台湾的这个产业结构的困难。今仔日4位专家到底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高雄市人民團體聘僱人員職業工會理事，嘛是勞工局的這個調解員陳元娥。主持人、各位來賓，大家晚大好。那麼第二位淡江大學經濟學系教授蔡明峰。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大家勞動節快樂。那麼第三位是台灣民眾黨政策會執行長賴香玲。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暗晚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學草的這個總編輯趙漢春。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咱首先來關心啊，今仔日5月1號勞動節，民眾黨團呢，那麼召開了記者會指出，台灣的工時真懸，薪水真低的狀況，嘛無改善。護理師工會呢，護理師嘛甲大電產業工會嘛攏提出呼籲。另外，針對着勞團的訴求，勞動部長表示，伊攏有聽到勞動部會好好檢討思考。挺勞工，不勞權。發口號表達訴求，民眾黨團甲工會團體開記者會，大電產業工會甲台灣專科護理師產業工會攏提出呼籲。醫療的環境已經惡化到令人難以維持下去的地步。每個月我們都在看到我們的單位及醫療現場都有許多夥伴離開我們。我們呼籲政府立即行動，推動3班互聘比入法，請媒體記者去拍我們台電人員去摘除鳥巢的這個新聞。你有沒有考量到基層同仁他在上面在執行這個工作的時候，他心裡面的壓力？到這個進程，台電公司也無回應。台灣專科護理師產業工會是提出暫停呼籲，趕緊將3班互聘比入法，守護醫療體系最後的防線。民眾黨團批評台灣高工時加工作狀況無改善，台灣勞工一年平均工時，2024年已經負2030.4點鐘，是全球第6、亞洲第2。去年我在質詢勞動部部長的時候，那個時候許明春還在，我針對勞工6大保證一點一點跟他對。還沒有下台的許明春呢，在立法院承認，蔡英文所提出的6大保證啊，幾乎通通都跳票。民眾黨團也提出要完成3班互聘比入法，畫上完全法定草案，各項固定假日法制化，規範放假方式，確保穩定性甲公平性。大家這次很重要的訴求是反霸凌嘛，然後反霸凌要保障的部分，然後再來有包括大家也期望，其實很多勞工朋友一直都期望有降低工時。其實勞工朋友提出來的一些訴求，我想我們在部裡面都會討論，而且認真的來去做思考。公視新聞採訪報道。咱這新聞段裡面其實包括了真濟行業，也有講到這個醫護，也有講到台電，也講到些外送員，也講到真濟。我要先請阮我來講咱今年主要的訴求有哪幾項？咱明仔載就是5月勞動節的遊行，這屆5月的遊行其實主要的訴求原來袂少啦吼，但是簡單看來講，有一部分是針對公務人員，因為公務人員真正有發生到霸凌的事件，所以包括公務人員呢，伊的勞動的權益，伊佇食頭路的時陣，伊的勞動的保護、保障等等吼，有一部分是針對咱公務人員的部分，另外一個部分是針對咱照顧的產業吼，照顧產業包括咱講照顧囡仔嘅教保人員，還有咱的醫療
医疗人员护理师这款的人员有这个诉求。伊这个诉求当然咱拄则新闻节目嘛有讲到啦就是一个是照顾的比例应该是爱互伊更较一个正常化。所以正常化是指讲，因为咱即马爱互人照顾的人数伤济啊，但是真正在照顾人的人，无三班，对无伊这是无一个较好的一个劳动的时间，像讲咱护理师。伊有可能要时间到，就爱叫去上班。对，而且即马人员愈来愈少，所以咱其实进前的新闻，咱嘛有看到讲，咱的护理师因为伊的工作时间伤长，而且佫工作的内容伤重，负担伤重，大家拢无想要佫继续做这个工作，所以其实这就直接影响到讲咱未来要互人照顾这病人要安怎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伫今年的5月游行内底嘛有放入来嘛有特别呼吁讲，咱这个。医护照顾的比例其实爱搁另外调整，咱的要安怎看这个互人照顾的人的权益，搁照顾人的这个劳动者的权益，要安怎互相补偿。搁另外一个部分是针对咱的消防人员、消防人员。消防人员其实咱拢无看到讲，伊是有代志较出动无毋对，但是问题是伊一概出动拢是一个足危险的一个工作环境内底。所以这个。消防人员伊敢有即个权利会当组织工会也是会当伊要有一个较好的方式会当保障伊的劳动的权益，伊消防的安全。要安怎来甲即个整体的政策有一个较好的保障这嘛是有放伫今年的诉求内底所以咱今年即个5月的诉求，其实佫包括讲退休金的保障要安怎来保障尤其是咱即马伫看到咱的退休金新制。上路了后，咱伫资遣费有一个6个月的红线，上加你应该是讲上悬，干来当算6个月资遣费。其实这应该要拍破，因为有可能我即马已经做10几档但是拄着政策的调整，还是拄着咱迄个经济的原因受到影响我去互资遣，但是我的资遣费干来当算加6个月，这含我的年资其实是无平等的就包括咱这个退休的保障、资遣的保障。迄个职灾的保障等等其实嘛拢伫咱今年的诉求内底。当然嘛包括咱的公营事业的人员，伊的奖金应该算伫个退休金另外一个更较重要就是咱即马拄着通货膨胀的问题。其实咱得看咱敢若平均的薪水要全年的薪水的平均敢若有慢慢在起尤其是逐档咱拢有在讲要起基本工资嘛。但是问题是你基本工资起起来。含咱的通货膨胀两个小抵消了后，其实咱劳工真正会当摕到的薪水是无遐尼悬的佫包括着咱也佫算着中时代的照顾、囡仔的照顾、读册费等等。其实咱即马劳工真正伊爱负担的一般的生活的费用是真正足沉重啦所以今年我伫5月即届游行内底嘛特别来讲到咱的薪水的一个比例应该佫较提悬，爱互伊有一个较好的薪水会当互。劳工家庭会当照顾到咱的囝儿逝世，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其实含咱的即卖的大政策有关，就是咱讲净零转型的政策所以伫今年5月游行嘛较特别啦含旧年同款，其实拢有特别去提起着讲，因为政府在实行了净零排碳政策，所以因为净零排碳政策有足侪产业受到影响，从这个产业受到影响以后，劳工嘛受到影响。这个劳工的影响要安怎保障要安怎互这个劳工伫这个净零政策的这个影响内底，伊会当唔免烦恼着伊的工作权去失去，嘛唔免去烦恼着讲伊的薪水有可能因为安尼去互人降低。所以今年甲旧年同款佫有一个特别来针对咱讲公正转型的这个劳工的保障的这个诉求，嘛拢放伫咧内底。安尼一串讲落去，干那你一个人讲就超爱讲了几点钟了对，所以今年的诉求其实真有啦真有项大项有7项，但是也有项真侪。佫不止咧，我看到文章我就讲哇，这看游行真侪团体嘛爱徛出来当然咱要来关注的我其实读了真侪文献甲资料，我有基本的这个怀疑还是顾虑我要请教蔡老师咱连年起到9年，我看迄数字，9年都用起这个基本工资，9年起基本工资是因为看到碰撞来起，还是咱先起这基本工资才来碰撞？这我就唔知影讲是鸡生卵还是卵生鸡啦这头一个碰撞无一定拢是歹代志啊。
有当时来带动整个经济这个活力嘛无一定，这是头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咱必须来讲真侪人感觉，差不多咱台湾有差不多6-7成，我详细数字上我才会找出来，咱6-7成无到这个中位数，即无到这个平均的这个薪资啦。这是产业的结果，这两个问题拢足大的啦我先请蔡老师来讲。好，我感觉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到底是因为物价起起来，咱开始起工资，还是工资起物价开始对咧起其实我想政府拢已经有公布，就是讲大家咧讨论这个基本工资，咱即马叫做上计工资啦的时阵有两个大家一定会参考的这个指标，第一个就是咱整个规年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啦，第二个就是咱物价的膨胀率啦，所以这两个拢会参考，所以一定是根据这两个数字的变化，来决定讲到底要调偌济，这是第一个回答咱主持人的。过去嘛有真侪厂商，咱会当看到，大家都会讲，你起工资，你起这个基本工资以后，上尾你嘛是会互物价起起来，所以受害的上尾嘛是才会落工。但是我一直讲这个讲法是完全唔对啦你袂当因为你要享受较低的物价，你就去压价才会落工的工资。你若感觉讲起工资会起到物价，无你就头家人，你的薪水就领较少的，安尼你就会当甲这减领的薪水摕出来分互咱的劳工，减领的奖金摕出来分互这劳工。当然咱就袂有物价膨胀遮济嘛。工资起起来，成本起起来，厂商去甲伊的物价调悬，这是一个理性的定价结果。你袂当讲伊完全袂发生，但是因为伫即个产业的竞争的过程之中，参与生产差不多物件的厂商可能真济，所以我若要起主持人你若无爱起的时阵，我敢有法度起济？我就无法度起济啊！我讲我要反映劳工成本的增加，主持人你无爱反映。我就无法度直接甲物件起起来嘛，因为我若起起来，消费者就走去甲你买，我变做无生理啊。我是要无赚，还是我是要赚较少？我相信我是甘愿赚较少，我绝对唔愿讲无赚。所以伫即个情形下，你讲要起工资，就会一定会造成讲咱物价起了偌悬，迄是无合理的啦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确实有影，就是讲真济产业长久以来，咱也看到政府公布一寡数字，你会发现讲，啥咯，我就是咧甲即个平均油价迄个人啦。意思是讲，啥咯，我的薪水一直起袂起来。其实薪水起袂起来，大家有当时当然你会去讲我的薪水伤低。另外一个咱爱去思考就是讲，你入去迄个产业，伊是毋是伤过竞争？还是你入去迄个产业，伊是毋是慢慢伊的即个前途慢慢有咧降落来？就是讲，伊的商机较无较早遐济啊。第三点就是讲，你要入去迄个行业，是毋是你要入去的时阵真好入去？比如讲，咱讲一个较细，就是讲，你若要去做会计师，绝对毋是讲你家己开一间会计师事务所，你就有法度入去做会计师。你爱经过即个国家的检定嘛。你要做护理师，你要做医生，你要做律师，你拢需要经过国家的即个检定啊，的即个考试。所以，伊是有一定的即个门槛。所以，那安尼的即个产业，伊的薪水通常都会较有保障，会较悬，因为竞争的人就较袂遐济嘛。但是你若无需要讲伤济即个专业，为个物件伊是辛苦，但是伊无一定有专业，伊是真辛苦因为真辛苦，伊人少要甘愿做的人少，所以伊辛苦甘愿做的人少，头家有可能就互你薪水较悬所以我感觉薪水的关键有足侪因素的。过去大家咧讲的讲，有可能是厂商会去即个头家人会去甲你讲，条件要甲你的薪水用个价，伊要甲你用个价，嘛得伊有才调甲你用个价。啥物产业伊会甲你用个价，就是讲你若无爱做，伊会当随时请一个人来读的。安尼就是变成讲，替代性真对啊，替代性真悬的。即个劳工朋友，当然伊咧做即个工课时，伊就会受到较济的即个无公平的待遇嘛。所以这就是为虾米咱需要即个基本工资也好，上计工资也好，来保障咱这基层的劳工。比如讲，咱伫美国看到这真厉害，这个拍野球的，这个拍篮球的，这个联盟，这种职业联盟，迄大家的薪水拢真悬，因嘛有基本工资呢。因为着要保护，就是讲有真侪人想要去这个联盟，
啊，较无名的。对，哎，你只要互我入去，我就感觉讲我会变有名，所以你无互我钱嘛，无要紧。啊，所以因遮人民为着要保护遮的基层的员工，因就需要用一个基本工资伫遐。我相信这就是啥怎需要有这个基本工资的原因。是，顺着蔡老师咧讲，我要请教着，对吧？咱的这个政长吼，劳工问题、劳工的薪水当然是一大包。啊，每一个行业，譬如讲咱台湾超8%的人从事真够趁钱的，即电子。哦，啊，晶片，这8%的人趁足济，其他的拢趁足少。啊，这嘛毋是政府挑工的嘛？吼，当然政府有可能负责这个产业，这个较会趁，这是未来。啊，那其他的，譬如讲我记一个咧，迄餐饮业啊，就头仔蔡老师讲做餐饮的，哦，餐厅的啦，啊，你无爱做，我都旁盘的啦，吼，啊，这种的，就都无法度。这种问题在恁的思考，恁敢有思考讲，这是要安怎彻底来解决？是有人讲提倡讲，无咱台湾爱提倡这个爱用织布，哦，啊，你就靠趁这个织布来有通好来做这个仪器，敢是安尼啊？真简单吗？我感觉讲薪水的代志吼，毋是讲一个原因，按两个原因吼。主要就是讲咱即马产业吼，7成拢伫服务业，吼啊，服务业有分较悬的吼，敢若讲金融嘛是服务业一种。资讯嘛有服务业吼，啊，不过咱大看即马外送嘛是服务业，这两个薪水大概差10倍，吼，这就是一个行业本身，伊就是讲虽然是服务的性质吼，不过伊的迄个技术，还是讲伊的迄个产业本身的迄个利润吼无共吼，啊，不过咱即马政府第一步就是讲用调迄个最低工资、基本工资来有管嘛吼，啊，不过这个有管效果有限啦吼。因为基本上即马平均，咱主持人有处理咱这个薪水的迄个大部分的迄个水平吼，即马中位数吼，经常性中位数是到37000吼，经常性中位数较贴近属实吼，啊，经常性的平均它毋是属实吼，就是讲用迄个算讲科技迄种高薪的人吼嘛，又来平均吼，所以你看这两个差，一个46000，一个37000，差1万块，所以这就是即马大家对这数字吼。有当初咱政府伫咧质询的是讲吼，哦，咱即马中位数46000吼，大家都问讲啊，你敢有46000？伊有46000。大部分拢3万桶啦吼，我头讲，地方伊的助力就无一定有。是，这就是一个足现实的代志吼。啊，第二项我感觉讲，咱薪水有关有一个方法，就是讲政府伊本身的标案吼，会牵动吼，有一些服务性行业，敢若讲像社服啦吼，教保吼，较讲劳力付出啊，时间搁长啊，薪水搁低，这种用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伊个标案本身就要有个管吼。故说依照刚刚讲社工、社工吼，迄个薪水意思是讲，咱就爱政府爱带头啦。政府带头啊，伊有几个行业，真正拢是民间在替政府来服务嘛吼，像照顾服务，这种就是讲薪水无悬啊，人搁无愿做嘛，啊那政府的标案本身就会当有悬。这依照伫地方也是中央政府拢开始爱做这个。标案的处理，就是薪水的迄个一包的钱吼，袂当含别个揽做伙，薪水就是爱定标准吼，这是第一，我感觉讲政府会当拍拼来做。啊，第二即马就是讲，咱有通过两个法吼，一个叫证券交易法，一个叫做中小企业发展条例，都希望讲吼用互企业来抵扣伊的营业税的税基吼扩大。比如讲，我互咱员工加薪吼。加薪100块，啊，你公司会当抵税抵200块啦，就是讲这个加成哦，啊，互企业讲伊，敢若讲我互员工分到一些咱的成果，啊，我本身的税嘛会当降落来，啊，这两个方法我感觉讲已经开始慢慢会有效果，啊，上歹处理就是讲咱即马技职教育嘛。已经削弱很多，所以讲技术本身对于这咱产业缺工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哈。那讲含金量高，制造业里面也有袂歹行业，薪水嘛袂少，啊，不过无人要去做嘛，吼。所以对这咱技术本位的
这个工作的迄落吸引力吼，少年人可能讲学这就无啥物前途啊，讲大家感觉讲这是乌手吼，所以讲对咱即马政府的教育本身会当为人才啊，佮伊的薪水的迄落相近性吼，啊开始来推广，安尼我感觉讲这三个步是重点。啊，不过咱今年足迄落痛心就是讲。伫咧职场内底，刚咱理事吼，咱高雄咧理事有讲到讲，职场里面啊，有一个友善措施，大家较失望啦，就是讲霸凌的这个代志。所以啊，若讲要为整个的迄落职业的环境来看，你若讲政府本身无带头来做吼，对一般咱需要，比如讲有薪的家庭照顾假，你无带头来修法。啊，拢在野党在提，其实啊效果有限嘛吼，所以家庭照顾假。在野党，你看伊是看水会简单。咱即马就是有排，不过走位就是爱因来排嘛吼，走位啦吼，所以讲咱即马有薪家庭照顾假，我感觉讲是一个降低工时跟负担里面一个不错的工具，啊应该较紧来处理。啊，第二就是霸凌的部分吼。伊即马修法虽然是在那个职业安全法，啊，不过咱有嘛有霸凌专法吼，咱会当来开紧来推广。因为五一劳动节很多劳工就是希望讲政府看到咱的需要，看到咱的艰苦嘛吼，啊，看到咱即马爱面对这个。这里看伊马上就来修法。对啊，嘿，啊，即马就是今仔日也是明仔载，反正大家都在等政府有没有礼物给我们嘛吼，啊，即摆就是讲到迄7天假的修法吼，工时高，那倒过来就是讲休假那较济，那工时可能降得下来，所以7天假的修法应该很快有一个好的结果，啊，希望讲咱这个节目来推广的是大家来支持这个修法。大家当然嘛支持，有头加薪，你看少年人来韩俊哦，今日会请韩俊来2个身份啦吼，一个你算少年人，吼吼。咱家来你算少年人啦吼，你唔当笑，你就是少年人。足久无讲是少年人。第二，你嘛代表着媒体工会，吼，你来讲一下媒体的代志，媒体的这个薪资是安怎长期性？我所知啦吼，这20几年来其实调整真有限啦。你除非跳槽了后，才有通啊加1、2千啊，加2、3千啊，无真罕的。你来讲看嘛。哦，好对，就是较多甲像蔡教授讲的啦，就是你选择啥物产业真重要。啊，基本上，就我咧读册的时阵，基本上大家就知影媒体产业就是一个比较起来薪水较低的行业啦。啊，伊的原因就像较多赖委员有讲到，就是足侪原因啦。啊，所以较多主持人嘛有讲到，所以阮过去有一个媒体工会，迄个是因为各行各业内底，就是媒体算咱讲若是做工会运动，拢会讲着组织率算真低的一个行业啦。啊，所以迄个时阵嘛是就是，譬如讲迄个赖委员咧做台北市咧讲局长的时阵，有遇过一届媒体劳检嘛，啊，迄届就是开始大家讲媒体的记者嘛是爱遵守即个劳基法的，等等，较开始有咧豆豆啊提悬即个媒体业的即个待遇，也是讲劳动的条件安尼对啊，就是讲。但是问我讲是安怎加，基本上就是讲无罢工过啦。若是讲今仔有几个媒体，就像迄个，譬如讲华航的即个最近的新闻嘛，对，就是讲你若是媒体有团结，互资方感觉讲，毋是讲拢会当两头穿骨安尼。因为就我了解，开始媒体的即个薪水待遇比我拄啊入行的时阵更较低。我入行的时阵已经感比较起来，即个行业的薪水那是较低。毋过过差不多10几档，即摆比我迄个时阵更较低。啊，当然原因真侪，我认为就是讲，因为即个媒体工会的组织率佫无够强，无法度甲资方有真好的巴结，无法度互咱媒体的即个待遇提悬啦。对，啊，而且嘛有，就是较早主持人嘛有讲过，变做讲，因为即种是讲你无爱做，随会当找着足侪人想要来做媒体的工作嘛，资方伊相对就无有遮大的即个压力来讲提悬咱媒体工作者的即个待遇啦。我所在，因为像阮这样的真侪拢是媒体的主管，那么要找人实在是真无容易啊啦。吼，要一个，你若是大学的时阵，你读这个大众传播的。要毕业要来做，你去问规班吼40个，差不多3个4个去做记者，其他的拢无啦，吼，其他做其他的行业，啊，就真知影讲，这个行业咧讲了，吼，
啊，连带一寡恶性循环就走出来。但是以你一个少年人，你来观察，咱的劳工条件，那整个来看起来算好啊歹。我讲劳工条件，包括职场的环境也好啦，也是讲咱的保障也好啦，吼，也是讲社会福利啊、健保啦，乃至到整个物价环境，你感觉你所体感的少年人的感觉是啥物？那我以家己的经验来讲，即摆是比我迄个时阵拄啊出业出社会的时阵较好。我举一个正明显的，就是讲考公务员啦。你若看这几档考公务员的迄个，譬如讲一寡报纸，伊就会讲，是安怎即摆少年人拢无爱去考公务员啦？咱来安怎？这是伫立法院一顺的时阵，嘛有立委伫遮问考试院的议长讲，要安怎提升少年人来考公务员的动机甲比例？我迄个时阵就做惯，是安怎？因为迄个时阵经济较歹啊，大家毕业就是想讲上好的头路就是去考公务员。毋过这几档差足济，就是坦白讲，这8、9档就是民进党即种，互少年人拄啊踏入社会迄个规个即个劳动的条件的感受，其实是有变好的啦。当然，这种物件是不管安怎做，拢无够的。毋过以我个人的例，就是差不多10几档前毕业迄个时阵，少年人找头路的环境，甲即摆比起来，我感觉这点是真明显的无够。但是我所理解真侪少年人，其实伊的即个，伊所做的这个工作吼，超莫讲一年换24个头家啦，一年换3个头家真侪啦，吼，再调节，啊嘛毋是讲加薪哦，是讲我著不爱做，我过来换一个，头路真好做，真好找，但是头路真歹做，吼，所以这对我来讲就是讲。有当时咱的处理嘛有时势啊。我讲你安尼一年换3个头家安尼敢好？伊讲反正我就一个人一支喙，我食会饱吼。凊彩做我来迄个便利超商来做即个大夜班。我一个孙仔做大夜班哦，伊一个月薪水5、6万啊，伊嘛通安尼来过啊。所以我要就即个问题要来请教吼。阮吼，那像即种劳工算好也歹，吼，人伊感觉伊真好，但是伊的劳动条件其实拢日业变到老实讲，你要做甲便利超商的即个cashier，真无简单呢，落来转物件，落来创这创迄，其实足无用的。我看伊迄手册吼，一大纸。这其实是有的人讲上会官的就是便利超商，有的人安尼讲，毋是我讲的，你感觉呢？我感觉其实即摆的少年人在找头路，和阮古早像讲阮即样的人在找头路，兴趣已经完全较无共款啦。因为我在想古早咱在看台湾较好的，咱讲较好的工作机会，其实是为咱台湾确定要上迄个加工产业的时阵制造业是一个真好的工作机会，亲像咱伫高雄真侪有迄个石化、钢铁大间公司拢伫南部所以其实会当考入迄款的个人公司，也是讲会当考入即种较大型的制造业的公司内底，是伫古早啦伫咱讲4、5年，对4、5年，4、年代、5、年代迄个时阵是一个真好的工作机会。但是，阮即个已经开始在想讲，我真正要有一个铁饭碗，敢是公务人员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但是到目前为止，咱嘛看到讲，其实咱公务人员的工作的内容，也是讲咱工作的条件，嘛无咱想的较好势啊啦吼，嘛毋是讲真正是一个金饭碗，你只要捧咧，你就会当好好再甲退休。也是讲你伫你的工作环境内底，敢有互人好好对待，有互相尊重。即个工作的未来发展是做到什么款吼？其实这拢会影响到讲咱少年人要安怎去思考伊一个工课，伊要安怎好好做甲自少年入去，会当做甲退休，这个机会敢有无？吼，咱搁看即摆拄则主持人有讲到超商的人员，是讲咱特别在讲服务业的员工，像咱即摆足侪少年人在做迄个外送员，吼，在送迄个咱的食食，也是在驶迄个计程车、分享平台这种计程车司机等等。有可能咱即摆少年人在思考的是，我希望有一个更较会当趁真济，会当有慢慢会当趁较济薪水的吼，比咱一般的行业的平均更较悬淡薄啊吼。而且伊毋免互人管，
伊家己管伊家己就好，啊，伊上班会当主要上班。是无用管。会有可能，但是无爱互人管，无爱互人管，干那这个事吼，咱都爱想讲啊，到底是咱的产业发生什么款的问题？咱的公司内底的管理，敢是一个真正是一个民主甲平等的问题？啊，而且咱拄则嘛有讲到霸凌这款的问题，其实不管伫公务，咱讲迄个公家机关吼，还是政府部门，伫咱私人的一般的迄个工作行业内底嘛，拢会发生着这种的代志。啊，所以一个好的工作的。咱讲职场吼，到底是应该先做什么款？啊，咱少年人入去，敢会感觉讲，伊伫遮真正有发展的机会。啊，我入去毋是讲一个有一个风吹草动，啊，有可能我的薪水就互人降低，还是讲有一个风吹草动，我有可能就互人裁员。环境爱改善。对，我感觉是这个大的外部的这个条件，其实嘛爱考虑伫内。就像他那个政长讲，讲爱修法。修法有可能是一个，但是我感觉有另外一个。爱思考的问题就是，咱台湾到底希望台湾的劳工是生做什么款的劳工？亲像讲，咱古早有在讲迄个技职教育的学生囡仔吼，咱古早阁有迄个真厉害的，咱讲迄个技职教育的体系啊，培养出来学生。所以，这学生入去到工厂内底，有可能就是做一个真好、有一个专业性的劳工。但是，由伫咱迄个大学的教育慢慢在转变以后，咱技职教育体系的这个。训练已经慢慢咧减少啊，拢鼓励咱的囡仔会当去考一般的大学，但是真正一般的大学会当培养到有一个有较专门技术的劳工嘛，这有可能无一定哦。所以咱其实咧思考的就是，咱若台湾未来的产业要走行向的方向啦吼，要慢慢啊行向，毋是变做是一个敢若瓦克加工的这个产业，啊，咱希望会当做更较专业的。行业还是产业的时阵，咱到底要选什么款的行业？啊，咱当看到，即摆的政府其实是重晶圆产业嘛，所以咱的电子行业的薪水是悬的。啊，所以咱做者，个钱嘛是被拍的人啊，尔。是，所以其实已经饱和啊，伫台湾这个市场内底已经满起来，已经霸起来啊。好，而且咱这个电子产业，伊不只是人手已经满这点少本数嘛好安尼。嘛有可能，但是问题是，咱台湾真正需要遐尼侪台积电嘛？但是咱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屿，真正有法度底下落遐尼侪台积电嘛？因为伊需要员工、需要土地、需要水、需要足侪资源的时阵，咱其实爱想讲，安尼未来台湾的产业要安怎互伊较平均、较正常、较健康，啊，袂当干那我靠一个产业平均较正常，这实在是一个大灾问啦吼。就是台湾拢无资源，啊，制造业你要甲人比规模啥，这产业要安怎？我要请教总体经济蔡老师，产业是要安怎看待？按照所谓的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啊平均吗？还是讲无喏？咱这海岛，咱应该安怎来创？我有去查足侪资料啦，还是咧贫富差距上小的前20名啦，内面吼大部分拢是偏向左派，这个用补贴的方式。哦，税负真重，诶，即个社会主义国家，哦，偏向社会主义。啊，另外还佫一个日本，吼，嘛是第一种的。啊，这产业结构，都每一个国家都无共款啊，免怎安排？我感觉产业的结构，国家无法度讲去甲你安排，但是你国家莫甲扭曲就好啊。吼，像怎讲呢？因为即马当然真侪人拢会讲，政府真重视即个电子产业。确实有真侪政府的官员咧发言，互感觉伊真重视电子产业，但是慢慢袂记电子产业会当讲，伊嘛毋是完全靠政府较大汉起来，毋通袂记你过去的政府甚至要甲台湾的电子产业怎规划放互中国，吼，所以伫即个情形下，电子产业伊会当透过过去本来中国想要甲咱合并也好，要甲咱食掉也好，要来污咱的人才也好。台积电伫过去嘛有真侪因诶高层的即个人员去互韩国的厂商去互中国的厂商恶去，但是台积电嘛是安尼继续行落来。面对着遐侪人想要来甲你污你的人才时，你有法度大到即马，其实伊有伊家己竞争的实力啦吼，这完全绝对毋是政府有法度去甲你帮助的，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造成着整个的即个电子的需求吼，怎啊变成真悬。所以，互大家看到咱台湾伫电子产业即个重要性，啊，加上咱台湾本身，即个电子产业的密度有够，
密度有够，所以伫即个情况下，咱较有法度讲，伫电视上这看起来，咱讲发展了特别好。但是伊发展了特别好，啊，大家无发展啊遐紧，怎啊变成讲，咱像咱更重视即个产业。干火车头走去头前，对，后面但是你袂当讲伊家己怎啊发展起来了，啊，你就讲哦，你拢无照顾其他的啦。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讲，确实有影就是讲，政府袂当干那有，比如讲台积电啦，你袂当永远干那会当摕台积电出来讲。其他的产业的部分，就是讲遮的人，你要哪去甲伊培养，这是需要真长的时间，慢慢啊来培养较有法度的。所以你若讲伫即个产业结构的部分吼，你若甲佫要讲，互政府去安排真难，因为对着政府来讲，比如讲，我想着讲，我的出口会当增加偌济，会当贡献互我的经济成长率偌济。你去甲我讲，我种兰花有法度种啊偌厉害，我生产一盆兰花，像我生产一台电脑，对一个价值较悬，电脑嘛，啊电脑的价值若较悬，虽然伊的利润较歹，啊伊价值较悬，伊的经济成长率。伊的贡献就看起来叫做水的嘛，所以讲嘛，伫即个部分，其实咱无一定讲，讲一定爱叫政府去，伊就爱用什么产业出来。对，重要是讲，你袂当甲一寡本来适合即个其他产业会当慢慢啊大汉的所在，规个拢摕互即个科技产业来用啦。所以这嘛是啥怎我认为讲台积电行对美国去。甚至甲伊的供应链行对美国去，对咱台湾是一件好代志。但是咱会当看到有真侪人看到台积电要出嚟的时阵，讲咱台湾要去互美国乌抗伊啊。啊，台积电伫台湾的时阵讲，咱台湾敢若有台积电尔。吼，有社会有一寡人就是特别有即侪产业走去中国，无人讲会去乌抗啊。啊，所以这就是真正趣味的所在啊！看到美国政府川普安尼的政策，讲美国政府会崩盘，伊的政权会变成壁纸。啊，你看到中国政府安尼咧治理的中国，安尼咧会当讲咧该借托伊即个香港的时阵，伊拢无感觉讲即个人民币变壁纸。这我感觉这是咱真侪一部分的台湾人真趣味的所在。另外一个我想要讲的就是讲，其实。要讲到劳工的权益这个部分，其实这我是非常的重视吼，因为我感觉，伫这个劳工参这个厂商之间，过去伫咱台湾的真济有这个劳工会去受到压迫嘛吼，上会当看到就是这个薪水，啊，到另外一个拄则大家拢有讲到，就是讲这个去共欺压、去共欺负啦。所以我感觉你若要互大家有一个较好的这个工作环境，第一点就是爱互这个人有法度看到希望。所以我若看到你的产业的希望无遐悬，当然我就较袂想要来嘛。第二点，我感觉上重要就是爱有迄个尊严啦。像咱拄则大家讲到讲，即个公务人员的考的人会愈来愈少。一方面是因为可能外口的薪水愈来愈悬，一方面是因为即摆政府坦白讲，伫内底做公务人员，我感觉是非常的公营感，对，非常的艰苦，因为开袂得就互糟蹋，互讲你无专业啊。事实上，真侪咧讲糟蹋人无专业的人，家己拢无专业，因为拢无看，就凊彩后边问。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其实我感觉台湾是确实伫劳工的部分有真侪的问题会当去解决，但是这解决的问题，劳工只是咱整个产业的一个部分，这是劳工参头家人拢共同爱去面对的问题。啊，对着咱台湾的工时来讲吼，我会当互大家看一个资料，就是讲。当然，大家若咧讲到工时的时阵，会讲咱台湾真悬啦吼。啊，你若看咱台湾的工时吼，若有即个乌影即个部分吼，咱伫2023年头有2020点钟的即个工时。吼，啊，咱比下骹的即个拄则才有南韩嘛吼，啊，才有日本，吼，日本即个所在，吼，咱拢比因较悬。吼，这是总工时的部分，确实是，但是。因为这我是对政府的网站、劳动部的网站提出来，因的说明第一开始讲，因为咱台湾吼有较侪即个专时的员工吼，就是做月仔的这，啊较少即个做部分工时的吼，这是因的说明。但是你若讲对咱即个专时的就业者来讲，你若用平均即个每一礼拜的工作时间吼，你当看到咱台湾吼，咱台湾伫即个
这个所在吼，2023年遮吼，2023年遮是41点钟，啊，日本的42.9，啊，台湾啊，这个南韩就是43.8，所以就是讲，你若讲规年透当来讲，台湾是有较悬，但是你若对讲专时的，毋是做部分工时的，部分工时就是咱一般去打工嘛，吼，啊是就讲咱讲的讲，嘿，啊是讲非点这个啊做非点型的这个就业啦吼。咱若是点型的这个就业，其实咱的工时是较低啦吼。那对于这个劳动部留落来这个数字吼，啊当然这是一个真趣味的数字吼，提供互咱观众朋友来看。这安尼我要请教郑园长吼，因为你也长期性咧参与这个领域代志吼。咱台湾的劳工的工时到底是有比人较会寡无？那是照蔡老师看，咱的做月仔其实是还好，但是总安尼算。这是一个资料，啊，毋过有一个资料我无摕来吼，就是讲咱每个月迄个加班的工时啦。加班呢？加班工时啦，吼，因为这是算正常工时，正常就是一礼拜40点钟嘛，吼，plus 加班啦，吼，所以用加班工时计算是毋是迄个数字啦，吼，这头一点，我咱爱摕资料出来，今日我无摕来。第二就是讲工时的高低吼，咱即摆爱比另外一个就是全年的总工作日期啦，日数，咱台湾就是咱休假比日本较少嘛。比韩国嘛较少，吼，咱的特休假嘛比人较少，所以这若减起来，咱的总工作天数比人较侪，这是事实。所以这2点就会当讲，迄个数字伊是讲全国平均嘛，才会准。来做全数的这个调整哈，因为蔡老师是专家，这若讲去做加权调整，可能迄个数字就会无共吼，不过这是一个平均。主计处公布，咱也唔敢甲挑战啦。第二点就是讲，工时悬无要紧，不过咱的工资、咱的薪水就有袂起来。你若讲日本啊、韩国，伊比咱的迄个全时工时比咱加2点钟、3点钟，不过伊的薪水比咱加1倍。以韩国还是日本来讲，伊的平均中位数差不多8万到10万啦。咱平均薪资中位数37000，这就是一个爱去讨论的代志嘛。你工时讲好啊，你全时韩国比咱侪加咱2点钟，伊的薪水比咱加2-3万，咱无讲，这就是分配的逻辑伫遮后壁。所以咱即马讲工时，毋是讲咱袂愿做，还是讲咱袂堪要做，咱会堪要做，不过咱得到迄个薪水。得到的报酬的分配就是逐年在下降，这就是咱即马爱探讨的代志。第二就是讲即马经过3年里面有一个就是讲较大的迄个挑战，就是未来 AI 运算造成的无人免人来做事，敢若银行以后有无人银行。我毋知咱这主播台以后咱鹏哥会变做 AI 伫。我差不多还好退休啊。我的意思就是讲，即摆拟人化这些代志已经 AI 运算、机器人啊、自动化，你老师足了解，所以这个隐忧会比即摆咱探讨讲工时高低等，就是讲恁工作会互人替代，这个问题已经在很多行业在示范，银行第一嘛。我看足侪电视台嘛有 AI 的这个主播写稿嘛是，所以我认为讲，大家对这职场，当然对政府足侪期待，不过真的是科技带来的革命影响，对产业跟职场足大影响。郑院长，你来看这这2025各国的生活成本的比较，生活成本的指数随时足悬的啦。我去住1个月我就叫唔到。咱台湾逐人来就讲台湾的食的面实在100块咯，咱一顿就食啊足饱，食到澎巴掌但是呢，咱的社畜其实无算低呢。甲韩国、日本来讲生活成本啊，社畜的这个指数咱有较低啦尤其个个月6101.2啦。这安尼加起来，其实当时你这边个，我要问一个问题，咱相对的剥夺感，在你接触的劳工来讲，伊会感觉讲我足歹计
亲像吼，我所知像中国的劳工，足惊破病。是。咱台湾劳工免相对来讲啦，较无惊破病啦吼。但是这相对的剥夺感，是毋是嘛是一个判断的因素？即摆两个成本较悬的，大概会较担心就是租啦吼。社厝。社厝，咱这伫台北还是大台北地区社厝，迄金额是不透明吼。所以讲，你若薪水3-4万，啊，你若社厝1-5箍，你就差不多爱去一半。啊，第二就是咱食的物啊，即摆愈来愈贵。一个便当吼，有一个排骨差不多100箍啦。连乡下吼，我苗入起来，苗栗嘛95箍、100箍，所以我认为讲，咱这个生活的成本就是食的物件，啊，搁咱社厝收悬吼。啊，另外就是讲，咱若爱比较讲这个购买力指数，即摆人讲吼，是毋是乡下吼会比较好过吼？迄厝嘛足悬的咧，迄买一间厝嘛无简单哦。你咱苗栗1到3层楼迄个透天嘛是千万起跳啊，旧厝啊，所以讲你要存钱买厝是无可能吼。所以咱即摆足侪少年人，为什么讲伊毋是为了趁钱要来买厝，还是安怎？伊就趁钱来做伊家己的生活的迄落需要。敢若讲手机啊，可能一年换2只嘛，有可能啊吼。啊，伊嘛敢要开钱讲出去日本佚佗转来，伊就无得讲一定要欠钱来买厝，还是安怎啊？观念就开始改变啦。啊，即摆就是讲，拿政府的迄落社会住宅起较济咧吼，可能即个需要讲爱添。这心理需求就变少。对，伊就会讲，伊对这个家己的未来较有想象吼，比如讲啊，拢觉得啊，政府无好，互咱啥物好的迄个福利啊。刚刚讲到，晚上讲到讲那个育儿津贴啦吼，啊，社会福利互咱这啥物叫这个公托公幼。即马足侪人嘛在讲，啊，我著抽袂着咧，啊，你即马讲，别人拢抽袂着，我哪抽袂着？这个就是很多供需上面真侪数字，咱看到都是表面的，啊，事实上足侪人嘛是对这做怨叹的。哦，这个患不寡，患不平均啦吼。汉俊，在恁所接触的，不管是媒体行业也好，还是劳工的朋友也好，这相对的剥夺感呢，你感觉？大家有真无满意讲哦，我安尼看人看到这个平均数，我拢趁无到这个额，啊是啥人咧趁安尼？像这种怨叹，济也无济。当然是济。其实就是像开头蔡教授，也是咱制作单位准备的资料，其实是台湾生活甲做侪国家，譬如讲主持人开头讲的中国比起来，其实是已经算真好过啊。咱坦白讲，毋过你若去对遐感觉家己生活即摆做歹过的人来讲，你讲啊，你莫个怨叹啊，你比较起来已经做即个听袂落去啊，对啊，你听袂落去嘛，啊，所以这变得都是政府爱去解决的问题啦。啊，当然解决的方式有足侪嘛，譬如讲，反而即摆厝价上悬，买袂起厝，无所舒适的厝通住。所以政府就爱起这个社会厝体嘛，来互大家住。啊，若是薪水的问题，政府用各种的办法，包括上加工资的起跳，还是讲，譬如讲，政府会当做的，透过譬如讲公司提管媒体工作者的这个薪水等等的这个方式，其实政府拢有咧做啦。啊，当然伊做的速度，还是伊做的这个力头敢有够。敢是无够力，还是无够金，这咱拢会当来讲。啊，毋过即种我感觉，若是主要讲要互大家，但是你爱互大家感觉着讲政府是有咧做代志，是有甲大家咧怨叹的代志，感受会到的。啊，即个部分我感觉是需要去加强啦。无以各种数据来讲，即摆大家上怨叹的是啥物？基本上我感觉嘛是，就是厝啦，就是像刚多大有讲的，基本上大部分我即个来讲的少年啦，是拢基本上就是放弃买厝啦，尤其是伫台北啦，因为感觉即个基本上你若无靠厝里，除非讲你是伫刚多讲的即种电子的行业，若是一般，譬如讲若是伫媒体业，你要靠家己的力伫台北买一间厝，基本上是无啥可能的代志啦。对，啊，这当然就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嘛，会互人对这个社会甚至政府产生真大的不满啦。啊，这做的方式，譬如讲社会处理，还是等等的方式，拢会当做，拢会当改善啦。对。所以你想的是，这关于着 social security 社会这个保全这种社会安全这方面的代志。那譬如讲，我问你，那讲即摆争取7天，这休困，加休困7天。对你来讲，够有意义？当然啦，但是应该无人会嫌假日上少上短啦。
啊，这其实譬如讲的，这其实是就是政府应该会使做嘛，应该做的代志。因为开多啊，像赖委员有讲到，咱台湾比较起来，规个休假不管是特殊还是固定的假日加起来，加譬如讲韩国、日本比起来，实在是较少啦。啊，这其实是会当增加，而且原底咱即摆即个固定假，因为我过去有走过即个新闻，伊原底伫法制上都有问题啦。因为照中央标准法规，这应该用一个法律来规定。毋过咱即摆无一个法律来规定讲，什么时间来休固定的假日。嘿，啊，当然要休几工，是毋是会当像过去有7工，还是讲增加几工，这会当讨论。啊，什么假日要爱放假嘛，是会当讨论嘛。因为这嘛甲台湾过去转型正义，因为譬如讲较早蒋介石的生日是爱放假，啊，即摆可能若要增加，就袂用即个名义来放假嘛。就是什么款的日子来放假，这其实是政界应该好好讨论的代志。对，我来问恁即摆的诉求，敢有要争取这7工爱个这7工爱放出来？刚才这个的诉求是确实有写到，这7工其实是爱个放出来，但是确实是要安怎放，用什么咱讲名称吼，还是讲咱要放什么假？其实是确实是需要专门做伙来讨论来思考，但是我感觉确实是咱即马台湾的劳工的假日是真正是减少，其他亚洲国家比起来是真正减少足济。咱若真正看一个家庭需要照顾，不管是照顾时代是照顾囡仔，你一定要有一个休困的时间嘛。但是真正有这个休困时间，咱劳工敢真正放会到，这嘛是一个问号哦。因为咱搁爱思考着讲，咱台湾的工作时间是一个变形的工作时间，咱会当用这个变形工时来调整咱的上班时间的。所以其实某做者劳工团体在讨论讲，有加这个7工假，敢会是干那看有食无？因为有可能咱伫这个变形工时内底算到上尾手，咱有可能这个7工假也是放袂到，也是讲有可能，换钱有可能，但是其实换钱甲你换钱，你是牺牲着咱会当含厝里的人做伙休困。本来这个出发点就无共款去。是，所以其实咱来考虑着讲，那到底是咱台湾的工作时间，敢是有一个更较全面性的调整，还有讨论，来思考着讲，着咱劳工爱休困。有休困，咱较有一个好的精神、较好的身体嘛。而且咱就讲爱照顾家庭、照顾时势、照顾时代。所以这个咱讲一个家庭、一个完整的功能，这个相处的时间，有可能因为这7工假会当来补助，还是讲咱要安怎来健全这个社会体制，其实是真正是一个足大的社会问题，爱做伙来思考的。所以这个马上有通改嘛，7工在野党的修法安尼就改去。产业的头家甲大老板甲整个产业的工会甲工会，这相信这7工嘛无一定讲一摆就会当改起嘛。我感觉你要改这个，因为过去是有7工，尾也变成无这个7工嘛。所以过去什么原因，所以要甲这7工取消，即马什么原因要搁甲这7工甲提回来。其实这也有真好的一个理由，大家辩论啦吼。对我来讲，其实阮做老师，阮也无放着5日，阮也无9礼拜，我毋捌放过吼。所以伫这个情形下，你要放假，拄则像这个卧槽讲的讲，其实大家拢做欢迎的。但是我嘛，你爱考虑到整个的这个环境啦吼。因为对着大家讲日本啊、韩国，这是咱过去常常咧比的啦吼。咱的产业的结构是完全是无啥共款的吼。第二点就是讲，其实你要放这个假吼，我感觉上重要，因为这是厂商参头家人，看因爱安怎去敲。你劳工你需要7工假的原因是啥货？这7工假若真正要放，绝对毋是讲若无放会当去换钱啦。安尼就参讲你为着要休困是完全无共的啊。吼，毋是你若要换钱，你就加薪就好啊，无一定爱去放假。你若真正想要放假的话，你就爱去参厂商讲，厂商安尼有法度配合无？若无法度配合，是毋是加放1工，加放2工会使？我们这是会当去讨论的。对，我毋知影政治安怎想。即摆就是讲，7工假迄当阵有一个背景，就是工时调整，从84工时变做40工时嘛，毋过政府迄当阵嘛是因为企业讲安尼一下子安尼我无法度应付，所以。迄个原来迄个纪念日，搁甲加过，给他们去调整嘛，迄都是背景。即摆就讲咱7年来，咱几啊年来看到，拄啊讲咱的工时为什么没有降下来？这嘛是一个爱探讨的。当时说为了降工时，40工时要减，然后把7天假
送给老板。即摆总工时无减，啊个起来，都足奇怪嘛吼。所以劳工团体也是讲，足侪劳工就讲啊，咱以前都被你们骗了啊，对不对？啊，即摆摕倒来是算应该。啊，不过第二点就是咱即摆少子化足严重的，真侪人就是讲，是毋是讲这个工时的更调整，会当对咱少年人啊，他家庭生活照顾老照顾少有需求，这是另外一个。对咱社会整体来讲，就是讲较稳定的一种世代传承吼，嘛是需要用时间来提出这个社会时间的吼。故说我恁讲这2点拢是咱会当甲支持的所在。但是敢有可能，譬如讲我设定一个时间吼，有可能4天之内达到安怎啊渐进，因为产业会改变啊。是。我看这总工时。我台湾因为台湾第3部门是来足济，你看不到的足济，你赚到的钱嘛无咧缴税，所以咱嘛唔知。所以